嚟到羅馬朋友話一定要去朝聖，一落車咧就見到聖彼得大教堂嘅氣勢出場，門口個廣場咧大到可以打羽毛球，但現實係想入去先排40分鐘隊啦，直情懷疑我自己喺度等緊上迪士尼嘅過山車，成班人曬住太陽企喺度等，啲遊客雖然嘴唇乾到起皮，但眼神依然充滿着信仰。廣場中間仲企咗一支超級大卡 landmark 方尖牌，比你同我都種咗幾千年嘅古老石柱，佢係全場最超嘅角色，幾百年嚟都企靜喺中間。門口有羅馬聖水，一飲完即刻滿血復活。終於入到去，我真係哇咗出聲，呢個唔係金碧輝煌，係金到有聲啊！長金、頂金，連氣氛都係金。我懷疑我入咗嚟一陣已經閃盲咗我副 Ray-Ban 啦。個天花板高到連 WiFi 都連唔到啊！雕塑方面呢，一個比一個霸氣。聖彼得像俾人摸到隻腳好似鍍咗金咁光，啲人個個都當佢係幸運之腳，摸完就覺得有得升職加薪冇問題。你見到米開朗基羅親手整嘅傷殘像，細緻到連啲衫嘅折痕都想幫佢燙翻平。米開朗基羅設計果然唔係浪得虛名，藝術氣息強到我差啲誤以為自己讀過藝術史。呢度咧係免費入場嘅，記住入場要着得斯文啲，唔好着短褲吊帶，以免俾 fashion police 阻住你入場。如果你願意排一條好長嘅隊嘅話，仲可以爬上去宮頂俯瞰成個羅馬城，超值啊！行完聖伯多祿大殿，我以為已經夠震撼㗎啦，點知轉彎又見到一個萬神殿喎！一見到門上面嗰個神秘英文 Am Agrippa Coaster 咩咩咩，呢個係開鎖公司喺古代嘅 WiFi 密碼。成個圓頂咧都係冇鋼筋冇柱梁嘅，純粹係靠數學同信仰頂住。講真啦，你以為萬神殿真係打卡影相咁簡單 ？No no no， 呢度其實係名人嘅安息 VIP 區啊！你行過嘅每一個角落下面都有可能瞓緊一個歷史級嘅人物，係咪即刻覺得有啲肅然起敬呢？我諗萬神殿應該係史上最型格嘅墓地之一嚟。你又覺得邊位歷史人物最應該住喺萬神殿呢？留言話俾我知。